香港驗證中心品牌精神基於三大嘅核心價值：專業、誠信同關懷。香港驗證中心係首間香港專注治療亞健康嘅診所。我哋成立源於現代都市人健康需求，深刻洞察到喺疫情後，大家都越嚟越關注健康，但係得唔到健康。又或者有啲朋友唔係完全健康，但係又唔算病，一個亞健康嘅狀態。呢班朋友往往感到身體有啲唔舒服，但傳統嘅西醫又揾唔到一個正確嘅原因，形成到一個醫療服務嘅空白嘅地帶。正正係基於咁樣市場嘅需求同呢一個社會嘅責任，香港驗證中心就喺呢一段時間應運而生，致力填補呢一個重要嘅醫療缺口。我哋強調預防醫學同埋長期健康嘅管理嘅重要性，相信透過及早介入同持續嘅關注，能夠幫助客戶避免成為隱形嘅病人。我哋嘅使命係推廣香港亞健康管理專業嘅發展，成為每一位客戶健康路上嘅堅實夥伴。我哋採用先進現代醫療檢測嘅儀器，配合專業醫療嘅團隊，為每位客戶提供科學化、個人化健康評估同調理嘅方案。更值得自豪嘅係，我哋香港驗證中心係首間引入 AI 治療技術嘅亞健康診所，透過創新嘅科技監察身體驗證同能量嘅狀態。喺 AI 技術應用檢測同治療方面，我哋計劃擴展我哋嘅服務網絡，讓更多嘅市民可以受惠，得到我哋服務。全方位嘅修復，從根源入手，揾出潛在嘅病因，解決根本嘅問題。我哋長遠嘅目標係建立一個預防醫學嘅生態系統，唔單止係醫療或者係現有嘅亞健康嘅問題，更係需要幫助社會大眾建立一個正確嘅健康嘅觀念。我哋相信透過持續專業發展同創新嘅服務，香港驗證中心必定能提升香港市民健康嘅水平。因為咁，我哋會減低咗政府同社會醫療嘅負擔。呢一個係我哋香港驗證中心最大嘅貢獻。最後，我誠邀各界有識之人，同對於亞健康有興趣嘅人士，同我哋香港驗證中心攜手合作，共同為香港嘅市民創造健康更美好嘅將來，同我哋一齊守護香港人嘅健康。